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今晚来讲到赖和，咱的俄罗讲，伊伫日本时代创办台湾新文化协会，甲真侪高人志士对社会真有贡献，尤其对着台湾的新文学运动，伊下真侪心情。啊，毋过赖和有一首汉诗是10几岁啊。伊也搁伫咧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咧读册时所写的，内底字句，原来互咱深入会当思考。各种招你见面来听诗句。头一句伊讲：人生谈烦不无常，心意最忧血意凉。用世多方拄礼乐，日明用意也将。先天代志将成梦。填海深湾久亦忘，如此情怀如此恨，只应颠倒托风光。赖和诗句讲人生谈烦，就是讲人生谈解说就是轻花，敢若轻花开一暝共款，亲像幻影，世事无常。啊，我这身躯有也好，无也好，安尼讲叫做心意最忧，血意凉。尤其我毋是热血。我对世间所看出去的代志，拢是真悲观。咱真知影讲，人若要出名，对社会有贡献，就是礼乐文章。用世多方拄礼乐，偏偏我是日用用意也文章。要拼名声，我做会到啊。毋过我袂，我已经野线，已经放弃了。因早我有先天代志，我感觉天我哪有才调甲掀起来？这个志向如今变成梦，填海深湾。久亦忘，本来感觉一定爱报的冤仇，我如今已经放袂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有造物这款的想法？我只有一句感慨讲：如此情怀，如此恨，只应颠倒托风光。人生风光放伊过，茫茫渺渺就好。当然，我毋是赖和，我无法度猜想讲，是安那伊过去有先天代志，伊过去有填海深湾。结果放水流，对着人生有一款茫茫渺渺的感慨。不过我会当甲你说明讲，伊到落尾伫迷茫中间，伊家己有行出来，所以才会成就伊所后壁面创造出来台湾新文化协会这种的事业，创造出来对着台湾新文学运动这款的贡献。